各位老友記，最近咱哋香港街頭真係邪咗門。以前咱哋窮日子裏邊救命嘅兩餸飯，而家連30蚊任食都頂唔住，接連倒閉。如果連呢個最底層嘅平民飯堂都活唔落去，咱哋香港呢個街市到底係點樣？唔通真係到咗要大洗牌嘅地步？咱哋呢班老骨頭以後仲可以去邊度食啖安樂飯？前幾年咱哋香港街頭，唔管係喺繁華嘅旺角、深水埗，定係喺稍微偏遠少少嘅屋村商場，開得最紅火、排隊排得最長嘅係咩店鋪？毫無疑問就係呢啲行幾步就能夠撞見一間招牌，總係令得刺眼嘅兩餸飯，亦即係咱哋常講嘅雙拼飯盒。喺嗰個時候，就算係中環着西裝打條嘅高級白領，晏晝都要老老實實除下外衣喺街邊排隊去買兩餸飯。按道理講，呢種薄利多銷、靠行量嚟賺辛苦錢嘅平民買賣，喺而家大家都勒緊褲條帶過日子嘅時候，生意應該越做越大，開遍全香港先得啱。可係現實情況咧，殘酷到令人直搖頭。就喺呢短短1個月唔到嘅時間裏邊，咱哋香港有一間喺街坊圈子裏非常出名，甚至可以話係龍頭大哥級別嘅兩餸飯連鎖店，居然一口氣連續熄咗4間分店。大家認真聽下，呢個可係連熄4間啊！呢間店以前名氣大得好，連外國領事館嘅人和專門嚟香港打卡嘅遊客都專門跑去幫襯，生意好到不得了。而家咧卻直接頂唔住，黯然退場。其中佢哋喺灣仔嘅嗰間分店熄門之前，可以話係拼咗老命喺度做最後嘅掙扎。老闆為咗將流失嘅客人重新拉翻嚟，直接使出咗一個破釜沉舟嘅絕招，搞出咗一個30蚊港幣無限制任食放題嘅噱頭。結果咧依然係門可羅雀，冷冷清清。食飯時間嘅時候，店裏連個鬼影都冇，根本冇幾個客人願意買賬。最後老闆實在係捱唔落去，只能淒淒慘慘地拉下鐵閘，貼上結業嘅告示。大家認真琢磨下咧，背後嘅道理真係幾令人冒冷汗。兩餸飯已經係咱哋香港餐飲界價格最墊底、最便宜嘅嘢啦。佢滿足嘅係大家最起碼嘅填飽肚之生存需求。如果連呢種面向最廣大老百姓、最平民嘅飯堂都被逼到熄門大吉，呢個就說明咱哋香港嗰個貴到嚇人嘅鋪租和高昂嘅營運成本已經變成咗一個深不見底嘅黑洞，連最基礎嘅生存底線都要俾佢吞噬到乾乾淨淨。大家袋裏面嘅錢確實少咗，好大一部分人又唔喺香港本地使錢啦，留落嚟嘅呢點購買力根本養唔活呢啲靠街坊幫襯嘅小店。呢種實實在在嘅危機感真係逼到咗咱哋每個人嘅家門口。唔單止係底層嘅快餐飯盒頂唔住，咱哋再將目光往上挪一挪，睇下呢啲咱哋老一輩最中意去嘅大酒樓，情況亦係一樣慘不忍睹。以前咱哋嗰種提前1個月早早訂位嘅習慣，而家徹底冇咗。而家嘅年輕人做事風格唔一樣啦，佢哋都係行到邊算到邊，講究一個即興消費。呢下可將酒樓嘅經理同後廚俾坑苦啦，冇人提前訂位。佢哋根本唔知該備幾多菜，該安排幾多人工加班，完全係摸黑嘅狀態，反而白白增加咗好多人工同埋食材嘅損耗成本。以前酒樓為咗拉攏客人，喺飯局最後送上一碟熱騰騰嘅壽桃包，或者送碗紅豆沙，就能夠省得老人家開開心心，覺得呢間酒樓會做生意，有人情味。而家呢種傳統嘅人情味手法亦完全失效啦。年輕一代寧願花更多嘅錢跑去呢啲裝修到花里胡哨、啱拍照打卡嘅網紅餐廳，或者乾脆唔喺香港食。咱哋嗰種一家人圍坐大圓桌嘅老規矩喺佢哋眼中一早過時啦。咁樣係咪只有小店同老店難熬？呢啲財大氣粗、背景深厚嘅大企業同洋品牌就能夠拎過呢一劫呢？事實證明，佢哋照樣栽咗大跟頭。攞美心集團旗下嘅西式烘焙餐廳嚟講吧，當年佢哋家剛推出特色牛角包嘅時候，咁啊何等風光！據說一口氣賣咗100多萬個，
全港各大商場裏都有佢哋氣派寬敞嘅大門店。但係就喺最近，佢哋喺旺角新世紀廣場裏嘅最後一間大型分店，亦悄悄地熄門結業啦。過去呢11年裏邊，人哋喺嗰邊續約咗好多次，生意一直都唔錯。呢一次為解堅決唔續租啦，就係因為嗰種獨立大店鋪嘅租金實在係太高太離譜啦。集團嘅會計一算賬，發現賺嘅錢仲唔夠交租，覺得根本唔划算。於是佢哋乾脆改變策略，將呢個烘焙牌子直接縮入超級市場裏邊，只佔一個小小嘅專櫃，將慳落嚟嘅巨額租金攞去投資搞連鎖漢堡店。大家諗下，連呢種年年盈利嘅大型餐飲集團都要被迫轉移資金，斷臂求生嚟止損。呢啲冇退路嘅小商戶，佢哋面臨嘅艱難處境可想而知。呢啲好似過江龍一樣猛嘅國際大牌快餐，到咗而家嘅香港，亦係嚴重水土不服。美國有一間好有名嘅漢堡快餐店，佢哋位於銅鑼灣核心地段嘅分店最近亦結業啦。嗰個可係6700幾尺嘅樓上超大鋪位啊，每個月嘅租金高達整整50萬港幣。熄門之前，佢哋亦試圖搞自救，弄出咗一個99蚊嘅大減價套餐，希望通過降價將客流拉翻嚟，結果依然冇人理。講到呢度，大家肯定會喺心裏問一個最關鍵嘅問題：既然大家覺得喺香港食飯又貴又唔好吃，咁香港人都唔喺本地消費啦，呢成千上萬嘅人到底都去咗邊？答案咧，其實大家心裏都同明鏡似嘅，全部北上消費，跑去深圳啦。呢筆賬其實太好算啦，斬地老百姓邊個都唔傻。你攞住1000蚊，周末帶住家人喺香港嘅大酒樓食飯，那係去享受嘅咩？那簡直係去花錢買罪受。台同台之間捱到緊緊嘅，連轉個身都困難。隔離台傾咩家長裏短，你聽得一清二楚。伙計忙到腳焦天，點個菜催幾次都唔嚟，食完咗仲趕緊催你埋單走人，好將位子騰俾下一撥客人。但係如果你跨過口岸去深圳呢，咁完全係兩個世界。喺同等甚至更低嘅價格花費下，人哋深圳嘅餐廳寬敞到好似個大廣場，裝修到富麗堂皇，服務員由你入門嗰刻起就笑臉相迎，端茶倒水，咁叫一個熱情周到。食嘅係天南地北嘅各地特色，食材新鮮，分量有足。呢種投入產出比，呢種花錢換嚟嘅服務體驗相差實在太大啦。大家平時喺香港工作生活已經夠辛苦啦，到咗週末，當然毫不猶豫地帶上家人，舒舒服服地跨過邊境去深圳慶祝，去享受真正優質嘅服務。總而言之，斬地香港嘅餐飲業而家正在經歷一場痛入骨髓、翻天覆地嘅大洗牌。你而家行到街上，雖然能睇到舊嘅店鋪熄門，亦有新嘅店鋪喺度裝修開張。但係如果你認真一睇，就會發現倒下嘅、頂唔住嘅，全部都係呢啲佔地幾千尺嘅大型餐飲集團同埋傳統嘅中式大酒樓，而新開出嚟嘅清一色全部都係呢種只有幾百尺嘅廉價外賣店，或者係文章開頭提到嘅兩餸飯鋪子。成個香港餐飲市場嘅經營結構咧，已經變得面目全非啦。大型嘅連鎖企業喺度不斷縮減規模自保，國際大牌因為唔識變通，水土不服被淘汰。內地嘅品牌正在用巨額資金測試香港高成本嘅水溫，而斬地本地嘅平民餐飲正在遭受一場嚴酷無比嘅市場淘汰戰。香港嗰種靠高租金、高定價嚟維持嘅舊有商業模式已經徹底面臨挑戰，行到死胡同啦。未來嘅路到底該點樣行？餐廳嘅老闆們如果不能喺嗰個極其昂貴嘅固定鋪租成本和老百姓而家越嚟越精打細算、越嚟越理性嘅袋之間，揾到一條真正行得通、活得落去嘅活路。斬地呢班喺香港生活咗大半輩子嘅老街坊，以後喺自己嘅家門口想要食上一口舒心、安樂又便宜嘅家常飯，恐怕總是會越嚟越難咯。呢場席捲全香港餐飲業嘅風暴才啱啱開始，到底邊個能熬過呢個寒冬？頂到最後，斬地呢班老骨頭亦只能搬張凳子慢慢地睇落去啦。